大家好，我係杜文步。今日2025年嘅11月26號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最新 IBKR 外幣出金入金嘅示範啊。內容包括咗代理行收費同埋時間等等嘅詳細內容。一部影片話俾你知成個出入金嘅過程，請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咁我哋首先咧就係情況第一種咧就係 IBKR 你有外幣啊。咁就提款至到香港嘅本地銀行，咁我今日以咧呢個外幣澳洲紙啊提款至到我 HSBC 香港嘅銀行戶口為例子啊。咁首先咧我就打開 IB 嘅界面之後咧，佢呢度選擇你想取款嘅幣種，我間住啦紅色嘅線啊。跟住咧，如果你 IBKR 有啲外幣啊，譬如話加幣啊、美金啊、澳洲紙啊、日元啊等等。咁我即今日以呢個澳洲紙作為示範，咁你揀呢個澳洲紙啦。咁轉賬嘅方式咧就一般就係電子資金轉賬，即係我哋傳統意義上嘅 TT 啦。咁我其他嘅方法咧就未試過啊。咁大家睇到咧就係 IB 每個月有一次嘅免費取款啊嘛，大家知道啊。如果你係第二次取咧，就可能會被收取澳洲紙15蚊啊，亦都係港幣大概係80蚊左右嘅費用啊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要知道啊，你如果嗰間銀行會俾一個 SWIFT code 你啊，譬如話我預先問咗匯豐，匯豐就俾咗個呢個嘅 code 就係 HSBC HK HHHKH 啊。咁呢個咧就係收澳洲紙嘅呢個 SWIFT code。咁當然啦，每種嘅外幣咧，可能呢個嘅 SWIFT code都唔一樣。咁你要問你嘅銀行去查詢啊，銀行會俾相關嘅資料，或者網上咧都有相關嘅資料啊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睇到 IBKR 呢個畫面咧，就係銀行嘅地址啊，就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啦。咁佢個地址咧就係中環嘅呢個嘅皇后道1號啊，銀行嘅代號同埋支行嘅代碼都有啦。咁嗰個 SWIFT 碼咧，頭先正如我所講啦，頭先嗰個 HSBC 開頭嗰個啊。咁代理行咧 ，HSBC 大家都知道全球佢都有分行噶嘛，咁所以咧佢會經翻 HSBC 自己嘅喺澳洲嘅分行啊，就係 Sydney 嘅呢個嘅South Wales。咁佢嗰個銀行代碼咧就係 HKBAAU2SSYD 啊。咁你見到咧就係嗰個代理行有啲唔同係咪？咁唔緊要嘅，咁我哋一路睇落去啊。好啦，跟住咧你嘅銀行戶口咁係咪接受澳洲紙轉賬？咁當然你要事先搞清楚啦。咁同埋咧你可以俾個名佢，譬如話我今日咧就俾個 IB 嘅澳洲紙去到匯豐嘅澳洲紙嘅戶口啊。好啦，跟住咧你需要就係確認你嘅電匯嘅信息啊，包括咗參考編號啊、賬戶嘅號碼啊，咁信息嘅名稱等等啊。咁呢度咧就係頭先嗰啲資料嚟噶。跟住咧就係 IB 要求你確認嗰個身份啦，咁就係包括要你嘅簽名啦、電子簽名啊，跟住有個密碼啦，同埋安全代碼啊。咁呢個咧就係 IB 嗰邊會俾你嘅。好啦，跟住大家見到我已經成功電匯咗呢個嘅信息啊，咁並且已經確認咗啦。咁就係由我嘅 IB 澳洲嘅元去到我香港 HSBC 澳洲嘅元嘅戶口。好啦，跟住咧大家見到啊，我轉咗3000蚊嘅澳洲紙啦，咁我已經收到啦啊，佢有個參考編號。咁另外咧，銀行名稱啊等等啊呢啲資訊都有埋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去翻呢個 IBKR 咧，佢本身有個轉賬狀態及歷史呢度啊。咁大家見到咧，我就攞咗澳洲紙3000蚊啦，跟住電子轉賬嘅方式啊，跟住咧佢需要審核嘅。咁時間幾耐？我陣間先講啊。咁如果你係呢筆款咧可以用嘅話咧，咁大家見到咧，佢呢度啊狀態呢度咧有可用2個字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哋就去到你本身銀行嘅戶口，好似我咁樣 HSBC 香港啊。咁大家睇到啊，澳洲呢度嘅澳元嘅戶口咧就多咗3000蚊啊，即係無損嘅出入啊。
咁至於點解冇選咧？因為我當時選呢個嘅扣手續費咧，扣我嘅港幣啊，咁啊，所以咧佢由我港幣戶口扣錢嘅。咁啊，幾錢嘅手續費咧？嗱，IB 呢個嘅取款澳洲紙去到我 HSBC 香港嘅戶口咧，咁啊 IB 唔收費啦，每個月一次免費啊嘛。咁啊 HSBC 咧收咗我大概美金10蚊啊，亦都係港紙大概80蚊嘅費用。咁啊，時間咧就用咗大概2個鐘啊。咁呢個時間咧就係喺工作日之內啊。如果你星期六、星期日做，梗係需要佢唔做嘢噶嘛，佢要等到星期一先至可以入你嘅賬戶。好啦，去到呢度咧，順便提一提啊。咁啊 ，IB 咧而家開戶口咧，咁就有個獎勵啊，雙方都得益啊。咁你推薦一個朋友，好似我咁樣推薦你開 IB 嘅戶口，我就可以攞2000蚊嘅美金。咁你咧就可以有1000蚊嘅美金獎勵。我之前都出過片啊，就係我真係攞到呢1000蚊嘅獎勵啊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我呢兩路片，一個國語版，一個係廣東版嘅啊。點解你唔攞呢個着數咧？好啦，跟住翻嚟咧，我哋就講講第二種情況，就係你 HSBC 有外幣啊，譬如話我本身有澳洲紙，咁我想出金去到 IBKR， 咁點樣做咧？咁就係首先你係存款方式，你就要揀啦啊。咁如果你冇咧，你就要使用新嘅存款方式，跟住咧選擇你想存款嘅幣種。我選澳洲紙啦。咁佢有幾種方法，第一種就係我哋最常用嘅電子資金轉賬，第二種就係 Wise 啦。咁呢個我未用過啊。第三種就係在線嘅 BPay。咁呢個咧應該係你要外國有戶口先至可以用呢啲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係我會由邊個戶口發出呢個存款咧，同樣都係 HSBC 啊。咁啊，由呢個 HSBC 嘅澳洲戶口啊，譬如話我呢度有3000幾蚊澳洲紙，我想存入嚟 IB。好啦，跟住咧 IB 就會俾個資料你啦，你要記低呢啲資料啊。咁啊，包括咗呢個嘅受益嘅賬戶啊、名稱啊等等啊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呢度咧，佢有個 BSB 代碼。咁佢會俾你嘅，你照記住得噶啦啊！咁陣間黐落去嗰個匯豐嗰個操作界面，好啦，跟住咧有個 SWIFT 代碼啦，咁你呢啲咧就照抄。跟住咧，我哋要去到匯豐香港嗰個界面，咁你一定要揀環球轉賬啊，你唔可以本地轉賬，因為佢係外幣嚟噶啊。咁啊，環球轉賬去到其他戶口。好啦，跟住支賬嘅戶口，你揀翻你本身你想轉嘅外幣，好似我咁樣澳洲啊，咁我有3000幾蚊澳洲紙，咁啊入賬嘅戶口咧，你就抄翻頭先 IB 俾你嘅內容啦，即係好似呢度啊，咁將呢個大紮資料咧就抄落去嗰個入賬戶口嗰個資料嗰度啊。好啦，跟住核對信息啦，啊咁啊匯幾多錢啊，匯去邊個戶口啊？咁啊，等等受款人嘅資料啊，咁就係抄翻頭先嗰啲資料啊。好啦，咁啊，至於咧就係呢個由香港匯豐去到呢個嘅呢個 IB 咧，咁手續費會扣幾多香港紙咧？需時幾耐咧？咁啊，請大家訂閱我嘅 Patreon啦。咁我喺 Patreon嗰度咧，我就會公布呢個相關嘅資料啊。咁大家如果有咩問題咧，歡迎大家留言啦啊！咁啊，今日所分享嘅資料不構成任何建議啊！咁啊，大家有啲咩嘅問題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